Taste of fat. 今日有9個板塊錄得升幅，而頭5大升幅板塊係資源、運輸、金融服務、能源、地產建築。如果再細分行業嘅表現，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56個行業，當中大成交有17個行業，中等成交有20個行業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醫藥研發服務、銀行、航運及港務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暫時最強嘅行業係貴金屬、公用運輸、化工產品。14個大板塊股票強弱比較，以下每一幅板塊熱力圖嘅最左邊一行代表股票強弱，排喺最下面最藍色嘅方格代表股票最強。綜合企業、基建、金融服務、電信、地產建築、醫藥、消費服務、互聯網和科技、消費商品、工業產品、運輸、資源、能源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。喺最大成交行業裏面，今日最大升幅行業旅遊平台、汽車、遊戲。喺中等成交行業裏面，今日最大升幅行業貴金屬、醫療服務、服飾配件。今個星期上升有51個行業，如果只顯示大成交嘅行業，減少至19個行業。今個星期最大升幅板塊係消費商品，相關行業有煙酒、家用電器、汽車。第二大升幅板塊係能源，相關行業有石油及天然氣。第三大升幅板塊係醫藥，相關行業有生物科技。第四大升幅板塊係互聯網和科技，相關行業有遊戲、旅遊平台、電子商務、資訊科技器材。第5大升幅板塊係運輸，相關行業有航運及港務。其餘嘅行業係保險、其他金融、證券、有色金屬、電信及網絡器材、供電工業、交易所買賣基金、銀行、燃氣供應。Taste of Fat 第2部分行業板塊表現已經完結，第3部分為今日股票表現，會總結出50大成交、恒指成分股表現、頭50大最大升幅股票同埋強勢股票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.